为着要来提悬着疫苗的含盖率，注射站陆续来进驻着卖场甲超市。为今仔日开始，会当到全联注意放射，真好康哦！只要来注射，阁要送你芳甲矿泉水。另外，指挥中心嘛来宣布，明年的元旦开始，会要求包括经济部、卫福部等等4个部会所属的24个场所的员工，爱注完着2剂的疫苗。但是中国特别来强调讲，并不是强制哦，只是要求。另外，第17轮的疫苗早起10点开放注文。你好，记得疫苗这边请这边排队哦，谢谢。大城话近来注疫苗，暂时伫咧病院，是伫咧专联，希望愈来愈侪人会当注到疫苗。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，民众来这边施打之外，还可以拿到面包和矿泉水这样的健康小礼物。对长辈较方便，出兵较方便啦。其他地方都要预约，这边可以随到随打。超市支援注疫苗，业者提供所在，互民众方便来注射。点数大概140家门市到150家门市，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，来提供一个最方便的一个服务。出动了大概12位的工作人员，至少准备了这个200位以上的这个疫苗。来地当随住，即马上新宣布24场所的工作人员爱强制注射，亲像学校、补习班、KTV 长期教会员工，要求明年元旦进前爱注满2剂，才当做工课。不能说是强制，那是一个要求，但是没有打的人那就要检测，那是为了整个一个场域的安全。第17轮疫苗嘛开始预约，会提供 BNT 第1剂、第2剂、AC 第1剂含注过第1剂 AC 要南咧住的民众，下早10点提供 BNT 预约，下晡2点是 AC， 注意时间伫咧12月7号到12月15。疫情面对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威胁，中央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紧注到疫苗。